可敬嘅周書記、楊門、各位神長、執事、修女，我心愛嘅屋企人同埋各位兄弟姊妹，首先多謝你哋真係咁遠水路都嚟到神樂院同我一齊感恩。感謝天主唔嫌棄我，使我成為執事，喺祭台上服務，亦係喺隱修院呢個團體服務。喺隱修聖召嚟講，從來都唔會話每一位隱修士都會領受聖嘅聖事，所以喺隱修團體中領受聖職嘅呢，可以話係天主召叫中嘅召叫，亦都係恩寵上加恩寵。特別都係呢個團體啦，喺聖事嘅需要裏邊服務，所以我真係覺得好感恩，因為天主喺我身上行了大事。感謝嘅説話真係有好多。上一次大約五年幾前，我發中聖言都講過啦。今次咧就講喺讀書嘅少少嘅分享。喺呢5年幾喺聖神修院接受神哲學嘅培育，為我嚟講真係一個好大嘅挑戰。不過有機會先同大家詳談啦。不過即使有幾困難都好，只要信靠天主，天主都會一步一步咁樣拖住我，跨越所有困難同埋阻礙。與此同時，我好感謝楊牧跟我一起分辨，一起祈禱，亦都好多謝聖神修院神哲學院前任同埋現任嘅校長伍神父、葉神父同埋蔡神父，係佢哋嘅寬仁，使我可以掹車邊咁樣去讀神哲學。咁我都多謝夏主教佢收留我喺聖神修院度住宿，使我唔使攀三小石咁樣返學，亦都可以一嘗教區修身嘅生活。好多謝所有嘅教授，係你哋嘅仁慈，使我越讀越信靠天主嘅助佑。多謝我嘅同學，我好珍惜呢幾年同你哋一齊好努力咁樣讀書，亦都同時學習你哋讀書嘅心得。之後就講一講我多謝頭先羅神父都有喺咁樣經裏邊都提到我婆婆，我好多謝我喺天上嘅婆婆，我知道佢喺天上時時都為我祈禱，而我今日領受執事聖職，佢一定係最開心嗰個嚟嘅。亦都多謝我屋企人，係你哋嘅臨在同埋支持，使我非常鼓舞。特別要多謝我爸爸媽媽，即係爸爸媽媽俾我好大嘅，即係首先多謝佢養育之恩啦，同埋咧當我話要入修院嗰時，佢冇反對。我好感恩我爸爸講一句説話，佢話：只要阿公開心就夠啦。即係所以呢一樣咧，使我咧其實比起好多同樣想回應天主召叫人咧，已經係行輕鬆咗一大步㗎啦。所以我好感恩我爸爸媽媽，即係俾我好大嘅支持同恩，佢哋喺度今日，多謝大家。我都多謝黃神父同埋莊神父，即係為我穿上執事帶啦，同埋執事袍。呢個為我好有意思嘅，即係喺我信仰嘅生活、修道嘅生活，啟蒙老師啦、陪伴者啦，同埋成日都為我祈禱喎。呢個係為我好緊要，所以我好感恩有呢兩位神父一直咁樣陪伴喺祈禱之中，同埋喺靈修上。
最後都多謝所有今日協助禮儀嘅兄弟姊妹。我唔一一講啦，因為咧要講就大家就走唔到㗎啦。真係好多謝你哋知道。咁最後咧，我都希望我將來嘅日子，好似我哋嘅聖願咁，日進於德，每一日要比一日好。咁係喺呢個聖德嘅道路上，不斷咁樣邁進，靠住天主嘅助佑。都與此同時，都請大家真係啊，為我嚟講求啦，你求乜嘢咧，天主就俾你噶啦。好似我咁，我相信係求天主仁慈去俾我。如果唔係咧，都今日都唔會企喺度。所以多謝你哋每一位嘅代禱，希望我哋喺祈禱之中繼續彼此互相支持、互相擔待，交俾天主，天主保佑。